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平安。平安。现在是咱搁一遍要来到上帝面前，咱要来吟诗俄罗伊，因为伊是配得咱俄罗的上帝阿妹。感谢主，无论外口话风雨偌尼大，总是咱听上帝的心，永远袂变卦阿妹。感谢主，咱做伙咱清早来到上帝面前，咱就是用欢喜的心情要来仰望伊，因为今仔日有大的福气要发生阿妹。哈利路亚，咱做伙拍手来吟诗俄罗伊，把你的双手举出来，无论你伫什么所在，咱同齐来俄罗伊。
帝是看你咱学乐的，咱就爱唱这圣的诗歌来学乐伊，将一切荣光拢归予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主是因为你伫阮的生命内底，互阮伫上艰难的时阵，互阮无抵到孤单，嘛互阮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甲主耶稣讲，主，因为你听阮，阮每一天所经过的路，若无你，阮要安怎行？感谢主，互咱会当会再时，搁这边伊唱出这首诗歌，因为主耶稣时刻拢紧带咱，伊的手永远看咱。我们一起来向他歌唱。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点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雨有偌大，无论风有偌寒，阮一生我心的第一行。你会听阮藏伫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心爱会知，无论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心我就开活。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点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雨有偌大，无论风有偌寒，阮一生关心的第一行，是咱主耶稣，伊会听。耶稣的人心爱会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袂变寒。靠耶稣，咱心我就开。咱也去相信来学乐伊，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信心，啊，阮会当倚靠你，我们逐天过得胜的生活。虽然这个世间有真多的变化，有真多不是伫阮意料内底，总是有主你的同在，阮就无够惊吓。咱同齐出声来祈祷，亲爱的弟兄，我爱你，主耶稣，主啊，因为你听阮，我要这边。
你，阮就无惊惊，因为有你，阮就通我靠，因为有你，就有人甲阮三个地地，就阮就无跌到孤单，我阮的性命拢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赏赐我，互我有真实的福气。主啊，我要到这边讲主，阮的心拢唔惊吓，因为是你的同在，是你的引带，主你教我三个地地，我要到这边紧紧跟你的脚步，只有你是阮通我靠的。哈利路亚，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为主出感恩的歌声。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为主出感恩的歌声。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为主出感恩的歌声。咱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为主出感恩的歌声。问阮的耶和华，倒一位君王亲像你，你悬悬坐伫顶悬，你伫阮的正边，阮有啥物通惊吓？问阮的耶和华，倒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心是你的思维，看见你的见笑我比万军的耶和华，倒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高万代，敬畏伊的欢喜严宽，倒一万难的世界，你的帮助连在我，莫管风雨向我打来，受你的人拢无挂碍，世上同我的世界，你的帮助连掌握，你的拯救也管的团队，受你的人拢无无难阮的耶和华，倒一位君王亲像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我的报告。第一，指挥中心虽然有宣布7月27到8月初9，防疫的成绩有降到2级，但是咱的室内只限50个人。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拢要暂停到8月初9。但是拜三祈祷会、拜六青虫、主日台语甲华语下礼拜。咱拢会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来进行，敬请大家做伙来配合。第二，线上聚会期间，敬请小组长配合。A. 回报各组线上小组聚会人数。B. 学生牧区、儿童牧区小组长，请咱爱帮助咱的囡仔做甲奖学金申请的规定的事项。以免影响囡仔的权益。3. 虽然伫疫情期间袂当实体聚会，但是请兄弟犹原尽咱上帝敬意的本分，尽力做到聚会无停止，祈祷无停止，传道无停止，行好无停止，奉献无停止。第4，教会鼓励兄弟。利用各项方便的方式来奉献。A. 各项奉献地会当家己集中，每月1摆摕到办公室奉献。B. 参加小组的兄弟，小组长若方便，会当协助代收也是代转。C. 兄弟的奉献也会当利用周报方面的银行账号来奉献。但是，咱若转账了，爱请联络咱办公室的配班干事，互伊知影咱奉献的项目，会当方便刊登伫咱的周报顶面。第5，伫疫情中，求主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小心防范，但毋通惊吓。请咱大家阁有较侪的祈祷，阁有较侪彼此相顾，以实际的行动来为咱的主。做美好的见证。本周日下晡3点半，伫教会主堂召开8月份定期长执会，敬请全体长执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并且为着配合防疫的规定，主堂一条椅仔敢若会当坐2个人，并且爱专程挂喙罨。8月初8下晡3点半，伫教会3楼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全体小会员出席参加。本会设计一起相挺，又在一起。店家的名单，互会友会当了解店家的相关的资料，并且伫疫情期间会当互佮较侪的支持甲惠顾，互咱会当做伙度过安尼难关。4. 本会为庆祝设教70周年举办。球场教会设立70周年 logo 设计精选甲歌曲创作精选，欢迎有这方面专业的兄弟踊跃报名参加。详细报名表，请咱来洽询办公室。第2，具体的消息，合作社报告。第1，社员安心加利率的贷款12万，年息是2.4%。对今日开始到8月31日截止。第2，社员在职、军警、公教贷款30万，年息3.6%。对今日起到11月30日截止。第3，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年息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也是转贷的，请咱合作社洽询办理。第4，做学贷款专案利率年息0。对今日到协会每学期做学贷款额度额满为止，就停止受理这个做学贷款。欢迎若是读咱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有意愿贷款，请咱来咱的合作社洽询办理。以上是本周的报告。接落来是讲台时间，今日的讲员是潘志和牧师，伊要分享的主题是祈祷穿过水火。
咱做伙来欢迎潘牧师。留意遐这大家平安，感谢主。伫阁无偌久的时间，咱就会当阁一摆倒来到教会，做伙来礼拜。会当做伙礼拜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尤其是安尼较有温度嘛，对无？尤其是大家组织的时阵，咱只好，咱甲咱的嘴暗来挂好，然后保持即个社交的距离吼，然后咱就慢慢来恢复咱教会，倒来教会会当来聚会，迄真好、真欢喜的代志，所以大家来备办先吼。所以长辈大家有期待倒来到教会聚会，毋免看讲遮细荧幕吼，用手机看潘牧师，愈看愈瘦安尼吼，看本人准安尼我有变较瘦无？有无？有哦吼。你有就拍有嘛，对无？无我就毋知影你有咧看无，对无？大概看到迄个阿嬷，一个阿嬷真古锥摕鸡肉互我，我潘某说我看手机内面愈来愈瘦，你爱补一下。但是我即摆看到你撮一条，哎哟，手机硬片，毋是手机硬片啦，是原本就是对无？就是你迄荧幕遮细，本来就缩较细对无？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当勇敢倒来教会聚会，伫我讲道之前，我先来听咱的献诗真怀念的声音咱圣歌队的献诗咱来做伙来欢迎圣歌队的献诗。
好，真多谢小王连信光队的献诗吼，真怀念的歌声。所以等咱会当实体聚会时阵吼，请大家吼楼顶招楼骹，阿公招阿爸做伙来教会来转来聚会。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书第17章14节到21节吼。因为拢我读无趣味啦，所以讲我要叫现场的少年人来读。现场的少年人我点名吼，恁只有看到我，定拢看到我尔，但是我后壁坐一排拢安尼音控啊、摄影的所以我要来点名有一摆阮去美德教会请安报告，迄摆拄啊好是即个做啥物田少宇新学生登去遐请安报告，然后咱拄啊好是我带福音队去美德教会。去做幸福小组的即个底宣队3工的即个福音队，结果去即个潘牧师台语也袂练转啦。结果田少宇毋知这囡仔是去台北读册以后去画着啥物物件，转来台语也无练转啊。伊讲做见证的2个啦，台语也无练转啊，一个语境啦。伊迄语境里原住民迄讲会过去结果一个是咱的迄个数位知识无伊的台语较好寡所以即摆少年人台语咱会小了仔甲训练，好无？好无？是嘛免就即场我就讲国语就好对无？有无？有人留言无？是拢无咧看？我就考试要甲恁少年人考试好凊彩叫一个你经文先甲拍出来，然后有无？会当无？考试一下啦，紧的。大家拢惊。那个不要关留言功能干嘛？你没有关陈琳这句陈琳来读就好来，蔡陈琳啦大家拢熟悉啦蔡陈琳来，这句你读来。已经到正人遐，有一人就群伊。皈依赞，好，第2句来对啦，第2句等下你要继续你莫句压着调，继续啦，好啦，来，袂用的来，过来，讲啥呢？讲啥？主啊，怜悯我的囝，因为伊行真艰苦，然后定到跋落火。豆豆跋落水，真好。但是牧师要甲你考豆豆啥物意思？渐渐嘛。渐渐去后壁发家。好，无啦。非得无咧看着，无人看咱就凊彩舞对无？毋是啦，袂人安尼讲。好啦，刷来第3节那个刷来好即句我就爱请边一个迄圣安圣安的阿嬷什么人？孙娘，庆龄庆龄的妈妈什么人？你知道？毛妈妈呢？庆龄爸爸毛爸爸呢？对不？对不起，毛爸爸毛。好来，庆龄这个你咱试看卖来，预备，来，我带伊就近你的下生。因为会伊好伊。真好，话较文袂会你讲你会晓袂安尼是较直你讲你会晓袂安尼较文真好。好，刷来个第3句，耶稣应讲即句真好即句我爱请迄啥物人来读，就请立约耶稣应讲啥？耶稣应讲。害毋信阁背日的世代我要甲恁带偌久，我要吞论恁偌久，带伊来遮就近我。真标准，真好，搁刷出来，搁一句，好来，刷来。耶稣即笔贵就对因讲，对迄一时囡仔就好。哇，我潘牧师的台语无好，我搁来一句，我搁刷来。下面迄时但只是拢我读无意思来，只是来换啥物人呢？换咱柯宏，卖害头啦，查甫囝害头惊啥？冲落，
去看玛雅见。柯宏是哪一族？不满族啊，他是原住民了。后来去看玛雅柯宏见，来柯宏来，你预备来，迄时学生安静就跟耶稣讲，愿怎样背？看伊哦，赞，好，刷来过来就是换什么人？换余胜阳莫走，你走去遐嘛无路用。哦，即句你就好，因甲伊讲。因甲伊讲是为着恁的小信，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有信，亲像一粒挂菜种，因着要甲即个山讲，对遮山去遐，也要山去，搁因的。个恁伫要无一项，伫要无一项卖。等下咱咧台语安尼哦，咱确实咱即片要甲播出去，北京教会听到，哎哟，又像长老教会哦，不要紧啦，嘿，咱信仰原住民咱读安尼真标准啊，真好啊，对无？好，所以咱继续来甲读好了啦，吼，嘿。我想即马已经有人挡袂牢，无煞啊，读较久安尼啊，挡袂牢吼。咱来好啦，即句来头，总是即类若毋是用祈祷禁食，伊就袂出去。总是即类，伊毋是用祈祷禁食，就袂出去。我一个人伫边仔敢无伊的代志，文思要读一句无？文思我。看文思，我就想起早前一个，你捌唱一条歌吼，我以前沈文成有一条歌叫做《心事啥人知》，第一句就好。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哦，对，以前我听沈文成咧唱即种台语歌，我就感觉讲哇真厉害。就尤其唱迄个《心事啥人知》的时阵，我感觉讲哇。即原住民唱歌真好听吼，佮唱台语歌哦，无简单哦。但是真正今仔日的经文真正是心事啥人知哈？心事啥人知啊？一个爸爸伊的囡仔去犯着鬼，犯着鬼的时阵，然后伊一定是自细汉就开始想办法好要来甲医治，总是伊想尽各种的方式，绝对是带去会堂。请文士祈祷，带去圣殿，请即个祭司祈祷，带去到行路叫遐法利赛人祈祷，带去真济所在，要甲伊身躯的鬼赶走。总是拢赶袂走啊！伊若赶会走，伊就袂定吼，跋咧水、跋咧火内面啦吼，定就会救紧。即个囡仔家己嘛痛苦啊，身不由己啊，不由己啊。伊也无法度讲吼，我会当控制我家己啊。伊叫紧起来时，伊若是讲牙去，还是鬼啊，若是甲欺负的时阵，伊就跋落水、跋落火内面啊，要甲淹死，要甲烧死啊。因爸爸就定是顾伫即个囡仔的身躯边。你知影这日子真歹过，你个日子真歹过。厝里若是有人受苦，若是有人肉体软弱的时阵，咧顾的人，还是讲规个家庭拢是真惊吓。为虾米呢？因为呢，即个咱会关心、咱会烦恼咱的厝里的人嘛，对无？所以讲吼，即个爸爸吼，伊真正心事啥人知啊？伊甲伊心内艰苦的讲出，结果无得到解决啦，佫得到真侪人的议论。伫其他福音书内面讲啊真清楚。伊带着伊的囡仔、伊的囝去找耶稣，但是迄个时阵无找着耶稣。耶稣去啥物所在？伫17章的时阵哦，马太福音17章的所在，耶稣带伊的3个学生去到山顶，去显现伊上帝的独生囝的即个上帝的即个真实的面容吼，互3个学生来看。个摩西个以利亚来甲伊讲话嘛，就是要应允讲旧约当中所即个先知参古所讲的即个基督，就是耶稣。
所以彼得才讲啊，主啊，伫即个所在真好哦，咱就永远留伫遮就好啊。但是耶稣基督嘛，的任务就毋是永远也留伫遐就好，互大家人看见讲啊，我是上帝独生囝啊，留伫遮，甲摩西甲以利亚做伙安尼就好。互万国的人会当看见我是耶稣基督，安尼尔。伊的来目的是为着即个世间人来受苦，承担人的苦难嘛。所以迄个时阵，伊伫山顶，所以即个爸爸带伊的囝去找耶稣时阵，无找着，无找着，然后叫即个学生，伊就学生讲啊，啥物代志，阮的老师无伫个你甲阮讲，阮来斗处理安尼啊。啊，恁敢有法度？有啦，袂要紧啦，你甲我讲啦。好啦，我甲你讲，恁着对耶稣遐久的时间，耶稣的神学院，你嘛读要3档啊啊，早前嘛听过恁去别个所在会当赶鬼医病。即个我的囡仔对细汉的时阵，伊就是犯着鬼附身。跋落水，跋落火，直直救紧，伊家己都无法度控制伊家己的身体。以前讲即个杨宪伊即个病叫做月娘病啊。伊感觉讲即个病即个叫做羊癫疯怀疑有羊癫疯，还是讲癫痫即个病叫做甲月娘有关系。月娘若是有即个圆的时阵，还是讲即个。欠亏时阵伊就会压起来那总是并毋是安尼，是这囡仔犯着鬼以后，伊会救紧然后伊所做的代志，伊家己嘛毋知影，伊就开始伤害家己啊！毋但伤害家己，伊伤害规个家庭，伤害所有这个庄仔内的人，但是看落会惊吓嘛。所以伊会带去即个爸爸就甲伊的囝牵去到耶稣的学生遐。带着因心内期待讲，拜托诶，我的囝耶稣的学生啊，拜托诶，我的囝犯着鬼足久的时间，你来甲医治好无？你来甲帮衬好无？结果无效，完全无效。耶稣倒来时，所以咱就看到讲第14，咱个看到起头讲耶稣倒来到众人遐。其他3个福音书拢有咧写马太、马可、路加，拢有咧讨论即10经文。倒去时阵就看到真侪人咧辩论，真侪人辩论，文士甲伊个学生咧辩论。所以讲即个爸爸心思啥人知啊？伊讲出来反倒转讲批评咧。伊讲啊，即可能是早前因爸爸犯罪，还是因祖先犯罪啦。哎哟，所以可能伊就是无认罪悔改啦。可能伊就是去献祭时阵无清气啦。伊可能心内无敬畏上帝。大家拢讲甲安尼，敢该足够的，但是要解决问题无半撇。因为咱今仔日的即个情形真共款。大家看到一个问题，大家足侪名嘴，足侪专家跳出来讲话，讲这就是安怎，但是讲要解决问题无法度嘛。到落尾的时阵，耶稣倒来时阵问伊讲是安怎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爸爸就甲讲主啊，叫你救伊，救我的囝。伊受到伫即个马可福音内面佫真清楚，马可福音书内面佫真清楚，伊是啥物鬼犯着啥物鬼？迄个下教的鬼，这下教鬼真可怜的，有苦佫讲袂出来，有听伊敢若会晓哀尔，无多讲话啊！真正就是一句这个痛苦就踢伫伊的心肝头，伊的身体就真痛苦啊！你是要安怎办啊？所以伊就甲带去耶稣遐，耶稣就问讲啥物代志？伊就讲我就带伊来迄个学生遮。我嘛听讲你会当医病管鬼，但是我带来因遮，但是你的学生拢无法度甲赶出去，要安怎？叫耶稣的态度真趣味，伊就讲一句啥物？这个不幸的、无相信的世代。立约帮我把那一段经文打出来。伊讲啥物？你刚读的那一段。经文也拍出来。伊讲耶稣因讲，
信过背逆的世代，我要伫恁遮卖偌久，我要吞忍恁偌久。哦，伊咧指责啥物人？指责遐个毋信耶稣的人。耶稣讲，我著讲遮济，互恁会当，就是讲遮济道理，互恁听，恁嘛感觉真感动。我嘛行遮济新耶，但是恁也是毋捌我。总是我甲恁遮个学生带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迄个所在，我问恁讲我是啥物人？只有彼得一个人认出我讲你是基督上帝的独生囝。总是你还是无完全了解我是啥物人啦，无完全了解我是啥物人啊。所以讲哦，伊就指责伊的学生讲，毋是搁陪你个世代啊，我咧伫恁遮偌久啊，我要吞忍恁偌久啊。伊讲。奇怪，恁遮个人，我着讲遐济，恁拢无毋信，毋信。啊，然后甲讲一句讲，带伊来遮就近我。迄学生，迄囡仔看到耶稣，伊身上的鬼着弹甲种远个。早前伫教会内面，即个拄着赶鬼，啊，迄个人伫门骹口，伫教会的门骹口，连入来都袂当入来。讲我讲为虾米你袂当入来？伊讲我都无都行入去，我头壳都疼安尼啊。所以遐个犯着鬼的，伊若是看到圣洁的，伊心内会惊遐。吼，看到咱圣洁的上帝，吼。所以讲，耶稣就讲一句话，就甲将伊即个身上的鬼甲赶出去，所以然后真侪人咧，所以伫即件代志结束以后，伊个学生就私底下就问耶稣讲：，哎，老师啊，为虾米阮无倒甲遮个鬼，甲即款鬼来，阮要安怎赶伊出去安尼？耶稣就讲吼，耶稣讲一句虾米？咱讲下面一句，咱讲耶稣甲因讲，是因为恁的小信。即小信毋是讲信心不足哦，伊甲即个爸爸伊所讲的，我上主哦，我信，但是我信心无够，迄个信心无共款。伊讲快信心无够，即个信心是我有，但是无够。伊也所讲即个小信是啥物呢？就是无完全拢无啦，完全拢无是啥物意思？因过去哦，医病赶鬼拢会用的啊，但是拄着即款的鬼，足歹的鬼的时阵，足严重的情形的时阵，因惊吓嘛。第二，因就是感觉讲过去是靠家己，伊毋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啊。所以咱若是靠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的时阵，创造天地的主宰的即个名去赶鬼的时阵，咱都爱有信心吗？所以信心的起造伫啥物所看？啥物基础顶面呢？就是咱安怎认捌上帝。咱生命当中拢有苦难有病痛嘛，敢毋是？对无？啊，有人，我嘛常常咧问啊，就算讲我有拄着苦难，我嘛是问讲，主你敢有三角地地？若是主你甲我同在的时阵，为虾米我会拄着苦难啊？我会拄着病痛？早前伫病院咧服侍的时阵，我嘛是咧有一个基督徒，因会问我去探访的时阵讲，先生你甲我讲，为虾米？我会拄着病痛，会有苦难。若是上帝要医治，为虾米我医治我？但是上帝要医治，若是为虾米我即马搁倒伫遮，我搁足侪问题？我常常袂当回答伊。总是我也知影的代志，就是讲我会当祈祷，搁再祈祷。有人讲啊，要安怎祈祷？我讲我就是靠信心来宣告伊的病会好起来。伊讲啊，牧师啊，伊根本就看起来就袂好啊，你为虾米敢安尼宣告？讲就理来讲，就医学来讲是无可能，但是就上帝来讲是有可能的。我所相信的是天父上帝啊，我所相信的是医治人的上帝。啊，若无好袂要紧啊。咱知影讲伊的灵魂去到天父上帝迄个面啊，咱的信主甲无信主上大的恩典，就是咱伫艰苦病痛的时阵，咱会当呼叫主的名嘛，咱会当祈祷主嘛。咱会当甲主来祈求啊！你若祈祷，你就是咱会当经过你生命当中的水甲火，华语拢水深火热，水深火热。
就是讲即个情景真无好。耶稣降世伫迄个时阵，迄个时代是真无好诶时代啊！新约时代是罗马政府咧掌管咧管理规个以色列啊，大家普遍拢无钱，拢送乡啊！大家咧迄个时阵病，即传染病阁真济。迄个时阵，我无真济就无合理诶即个制度啊，圣殿爱抽税，罗马政府爱抽税，所以大家看到即个抽税遐个人，拢气甲要害。耶稣出世诶时代无好，伊是过时代拢是灾难嘛，拢苦难啊。伊所行过时阵有足侪人会军队，伊是因为伊去诶所在，就解决人诶痛苦甲问题嘛。所以讲牧师，但今仔日诶世代，我要安怎军队耶稣，我看袂到伊，用祈祷赢过伊生命当中诶水甲火，用祈祷赢过你生命当中诶水甲火。愈祈祷愈有信心吗？讲牧师要咱祈祷，就亲像今仔日诶，即个爸爸共款讲主，我已经无法度啊！我早前甲带去圣殿，带去会堂，我带去行下路顶面，无人会当来还我帮助。今仔日我带到你诶面头前，我信，但是我信无够，所以你为着信心祈祷嘛。苦难就是操练咱真少重要诶代志，就是互咱诶信心愈来愈增加，愈来愈增加，愈来愈增加。咱会当举起咱诶手，咱会当行伫上帝面头前啊！咱会当勇敢来面对咱所拄着生命当中诶苦难嘛？祈祷就是咱面对咱生命当中诶水甲火，然后咱赢过这水甲火，水深火热诶情形，咱用祈祷来去赢过。这毋是对恁讲尔，嘛是对我家己来讲。我生命当中嘛有真侪苦难啊！我嘛是要赢过这个苦难，我嘛要行过这个苦难。你讲牧师，你信心足在，歹势无遐在，无恁看起来遐坚强，实在是安尼。所以有需要大家祈祷啊，所以需要大祷啊，需要大家来关心嘛。所以牧师落尾就要讲这个故事。有一个先生，伊伫铁路局上班啊，伊真工作真认真，伊的即个嘛真拍拼，伫咧伊的工作顶面。总然是有一天吼，伊的即个长官吼，伊的上司，伊的主管就甲写伫伊的考核里面吼，就是写伫伊的即个考核表内面，就讲吼，即个人做啥拢真认真，真拍拼。总是伊吼想法伤过于悲观啦。想法吼，伤过头负面啦。至到讲伊做啥物代志拢会惊，伊做代志真小心，总是伤过负面咧。有一摆吼发生一件代志，就是逐个下班的时间吼，就是即个铁路局的头家生日，所有人拢赶紧要去甲即个参加即个因铁路局头家的即个 party 啊吼。即个先生吼。讲富民先生伊嘛是啊，就着急要去参加即个因头家的 party 啊，袂当迟到啊。但是收以后，伊就去一个冷冻车冷冻车厢去收物件，结果无按算迄个门就嘣关起来，我伊就踹一个哇嗨啊！即台车零下即台冷冻车零下14度啊！我要安怎？我会惊死，我会寒死安怎？一直弄门，总是迄个所在拢无人听到，大人下班拢走起来。一直惊，然后伊就摕笔甲纸写伊的迄个遗书写起来以后，过顿工人发现伊甲门拍开的时候讲，伊开伊寒死伫内面。重点是，迄台冷冻车根本就无接电啊！迄个冷冻车根本就袂冷啊！佫即大台伊内面的即个氧气绝对有够。然后医生去检查的时阵讲，哇，伊真正是寒死的。伊心内感觉迄个所在伊会寒死，结果伊就真正会寒死。刘兄弟，祈祷帮助咱爱会当真正看清即马现实的状况是啥物。
有时咱的头壳拢会想过负面，飞到伤远的所在，讲啊，即个代志我要办，迄个代志我要办啊，无救啊，食力啊，真害啊，无法度啊。但是我甲恁讲，上帝永远有法度啊。咱有时咱想过头负面的时阵，咱就无法度，咱就无法度面对咱所面对咱即马真实的情形啊。明明都有法度解决嘛，上帝一步一步行，上帝永远拢有恩典啊。伫个新约的时阵，耶稣就互伊的耶稣降世伫新约的时阵，就是要互迄世代人看见大光嘛。伫个以色列人咧旷野咧行的时阵，上帝咧头前来引带，虽然困苦，总是上帝逐日的恩典无停止互因嘛。伫每一个困难的世代，伫你每一个困苦的时阵，咱就用祈祷来面对咱生命当中的水甲火，求主来帮助咱，来咱赢过生命当中的水甲火，用祈祷建立咱的信心，用祈祷充满伫咱的生命当中。各位兄弟，我知影就最近有真侪人伫咧看这个叫做奥运吼。咱看到台湾的这个选手伫咧迄个所在拍拼，真感动。但是生命就是一个战争啊，有个人伫伊的生命当中，即马搁咧战争啊。迄战争毋是生甲死，毋是赢甲输尔，是生甲死。我要鼓励伫迄个所有伫生活当中搁咧拍拼的兄弟。愿主来帮助你，咱若祈祷，咱有信心，咱就赢过咱生命当中的水甲火。因为咱所挖苦万军的耶和华，赢过咱生命当中最最苦难。愿主来怜悯，充满伫咱三个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耶灵你的大权能来充满伫阮，你的医治充满伫阮的教会当中，你的平安充满伫友情教会当中，你的丰盛的祝福充满伫友情教会当中。虽然讲有人伫软弱当中，有人伫困苦当中，主你的恩典无离开因，逐摆因祈祷，因就赢过因生命当中的苦难，赢过因即马所拄着的困境。愿主你搁一届赏赐恩典福气，互众人，愿来到你的面头前，来祝福所有兄弟，因生命会当得到拯救，健康平安都充满伫因的生命当中。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土地，我深信基督，望主的经历，那更赞的变旧，为这个消息，我向你憔悴。
接下来领受对上帝遐来祝福，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信神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所赏赐满满恩典、平安、福气、健康，充满伫恁对大教永世代无尽。阿门。今日做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